大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秋分一日过了后，天光的时间愈来愈晚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日就是光，天光的光，高恩光第一条。光就是咱人视觉看到的一款波，感觉物件存在电磁辐射，像咱讲光线。月亮的光，咱讲月光；啊，若天变明亮，咱讲天光。一个空间或者是一个物件真明亮，咱讲电火真光，外口真光，拢无炸，拢无暗着，咱讲透光光。另外，公开通用的符号，也有数字，咱讲光码。啊，若是看袂出来，咱讲暗码。光嘛有晓得明白的意思，像讲行情伊真光。白白骨骨的物件，咱讲光面；肉啊活甲真光。这日文音读做光，一般是咧讲形容一款的感觉，毋是实在摸会到的物件，像咱讲光莹、光彩甲光明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电光，也就是 X 光、X 射线，咱台语讲照电光。第二个词读做精光，代表足巧、头脑好、目色好、反应真紧、足斟酌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这个囡仔真精光，做代志嘛真骨力，伊还搁咧读放射系，就去起科诊所兼做外劳啊，替病人照电光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光，这是文音，另外鼻音读做光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